大家好，今日我想用廣東話同大家深入講解一下印度同巴基斯坦嘅關係，點解佢哋會由手足變成世仇，又點解成日都打唔停，甚至搞到而家仲係南亞最危險嘅火藥庫之一。全程大約4分鐘，同大家拆解印巴關係嘅歷史、宗教、領土、現實同國際影響。首先，印度同巴基斯坦本來都係英國殖民地，應屬印度嘅一部分。英國統治總成200年，去到1947年，英國終於頂唔順，決定撤出南亞，並且根據宗教劃線分治。印度俾印度教徒為主，巴基斯坦就係穆斯林為主。呢個分治過程極之倉促。英國畫咗一條界線叫雷德克里夫線，但好多地區都係混居，結果搞到超過1500萬人要大遷徙，唔少人喺途中被殺或者失去家園，估計有成百萬人喪生。自此，印巴之間就埋下咗深深仇恨。印巴分治最根本嘅原因係宗教矛盾。印度教同伊斯蘭教本身有唔同信仰、習俗同生活方式。分治之後，印度成為世俗國家，但印度教民族主義近年抬頭。巴基斯坦就越嚟越伊斯蘭化，宗教色彩非常濃厚，雙方國家認同感因宗教而分裂，少數宗教群體嘅兩國都變得更加脆弱。分治最大嘅爭議就係克什米爾。克什米爾地區人口多數係穆斯林，但統治者係印度教徒。1947年分治時，克什米爾王公選擇加入印度，引發巴基斯坦極大不滿。結果，印巴為咗爭奪克什米爾，兩國一分治就打第一次戰爭，打到1949年，最後由聯合國介入劃咗條停火線，克什米爾一分為二，北面俾巴基斯坦控制，南面俾印度控制，但雙方都唔認輸，各自聲稱擁有克什米爾全部主權。之後1965年再打第二次戰爭。1971年又因為東巴基斯坦即今日孟加拉獨立再打第三次戰爭。1999年仲有卡吉爾危機，近年更加多次邊境交火同恐怖襲擊。印巴自1947年以嚟打過3次大戰爭，細規模衝突唔計其數，每次都死傷慘重。雙方軍備競賽，最後發展到核武。1998年，印度同巴基斯坦分別成功試爆核彈，成為全球最危險嘅對峙地區之一。克什米爾地區成日有武裝衝突，巴基斯坦支持當地穆斯林武裝分子，印度就指控巴基斯坦搞恐怖襲擊，雙方互相指責，仇恨越積越深。印巴關係唔止係兩國之間嘅事，仲牽涉到國際政治。巴基斯坦同中國關係好密切。中國唔單止經濟投資，仲提供軍事支援，成為巴基斯坦最大後盾。美國冷戰時期支持巴基斯坦對抗蘇聯，但同時又想拉攏印度。俄羅斯、前蘇聯就多數支持印度，呢啲外部勢力令印巴局勢更加複雜。去到近年，印巴關係時緊時重。2019年，印度取消查咗克什米爾自治地位，令局勢再度惡化，雙方外交降級，貿易中斷，邊境衝突頻繁。2025年，雙方因為恐襲、軍事行動再度緊張，國際社會不斷呼籲克制，但雙方都唔肯讓步。印度教民族主義同伊斯蘭主義都令到兩國越走越遠。印巴民眾雖然大多數都希望和平，但政治現實同歷史仇恨令和解變得極困難。克什米爾問題始終無法解決，雙方都唔肯讓步，令和平希望渺茫。印巴關係係一個複雜嘅歷史悲劇，由宗教、民族、領土、國際政治交織而成。分治帶嚟嘅仇恨、克什米爾死結、核武對峙、國際角力，令兩國關係成為全球最難解嘅問題之一。只要克什米爾問題一日未解決，印巴關係就難以徹底和解。多謝大家收聽。本 podcast 嘅內容由人工智慧自動生成，僅供參考。本節目唔保證內容之完整性、正確性或即時性，亦都唔構成任何專業建議。